喺中山接揾文仔，各位冚唪唥早晨。如果大家嘅預算係150萬左右，對小區品質感有要求，對園林綠化有要求，而且要140方左右嘅超大4房，我諗成個火炬開發區一定繞不開呢一個樓盤。仲記唔記得文仔上一集講到一樣嘢？東區4房產品，東區利和文華里137平嘅產品4房，咁啊裝修同樣係27樓嘅總價大概係175萬。東區華鴻希悅軒27樓127平去到200萬，大精裝。東區嘅新鴻基易翠園，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都會中意呢一個產品，佢無坯總價185萬，都係121平，帶埋裝修，我諗應該去到220萬。有時揾樓就係咁樣，你會見到就係咩呢？只要你要有4房嘅嘢，對標上去係非常之不容易嘅。今時今日嚟到火炬開發區呢一個高端嘅一個產品，高端定位嘅。嗱，講老實嘅，你會對標咩呢？現時嘅網紅產品有澳豐天娛121平嘅4房產品。咁第二個就係咩呢？嗱，佢單價大概係12000到13000之間。上東新天地125平南北對流嘅產品，單價都係去到11000左右嘅。我相信最近推得比較紅嘅都係呢個樓盤啦。仲有就係咩呢？對標翻火炬開發區太陽城片區建發璽悅，咁佢嘅127平產品去到都係12000到13000嘅。最近有清盤嘅健康花城125平4房產品，都係去到10000蚊左右，但係佢清咗盤啦。同樣係張家邊片區中明新達城，咁佢嘅產品係咩呢？127平左右。咁講真嗰句，如果你會有140平嘅產品，遇上咁高標準嘅裝修品質同埋小區，加上有100%使用率嘅，對戶型追求到極致嘅所有嘅香港朋友們，今時今日明珠1號一定係你必選之項。唔該晒。咁呢，你會入到成個小區，見到佢嘅花園，成個產品係我哋往上樓梯上到嚟，逐漸抬高。你會見到佢綠化園林全部都係現成，無論樓間距就好，小區嘅外立面都好，加上佢最大嘅賣點，使用率都好，都係相當之高嘅。成個小區總共除咗商業之外，分為8棟而建，目前在售清盤會係3座同6座。今日文仔主要同大家想講一個點就係咩呢？就係140平嚇。我想講140平呢個區間非常之難得嘅。目前在售嘅咁多個產品，由博愛路走到逸仙路呢一個位置，呢個叫張家邊嘅片區，真係140，真係你可以講佢係一枝獨秀，係咪先？因為有啲嘢係好難去衡定一個標準嘅。喺玉帝面前，嫦娥只不過係一個舞女啫，但係喺豬八戒面前，嫦娥就係一個白月光嚇。咁你會見到嚇成個小區嘅質感，中間嘅泳池，所有嘅樓間距就係所見即所得。主要一個最大嘅賣點就係咩呢？現樓交付會唔會係針對好多港人真係會有最好嘅一個安全感嘅選項呢？嗱，你會見到1、2座到後排嘅6座，嗱呢一邊嘅後邊嗰座就係6座嚟嘅。咁喺呢個園林嘅位置加插少少張家邊嘅歷史。咁張家邊呢係好多朋友喺中山做嘢，我相信初嚟嘅第一站應該就呢個位置啦。最早期西區嘅富華車站總站並不是係汽車總站，佢嘅
第一個汽車總站就喺張家邊嘅，所以張家邊咧會具備好長歷史嘅發展史。到今時今日，不管台灣又好，香港都好，好多嘅大型工廠企業都好，都會聚集喺張家邊。而張家邊咧就會集結喺博愛七路同埋太陽城片區嘅即係嘅中間線嘅一個交界位嚇。咁所以嚟講嘅話咧，呢個位置咧係相當之歷史悠久嘅。文仔成日都講，只要有歷史悠久長同久嘅小區咧，配套就一定會齊全嘅。咁我哋而家可以睇睇周邊會配備啲乜嘢。嗱，各位又係文仔駕車説配套嘅一個時間啦。喂，而家咧就嚟樓盤呢個位置咧，就一個燈位嘅啫。嗱，呢一邊咧好多嘅中山朋友喺中山嘅第一站就係張家邊，講緊就係呢一個地方啦。咁你會見到相當熱鬧啊，但係可能唔係你諗嗰種熱鬧，可能係一線城市啊、深圳啊、廣州嗰種大城市嘅感覺，但係配套真係冇得講嘅。呢個位置係嘛？明珠1號位置嚟呢邊好方便啊，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啊！見到未啊？相當熱鬧。而家呢邊啊都變咗係單行線啦。左手邊呢就係張家邊市場啦，香山新街市就呢個位置啊，叫濕市場。對面呢有富民商業廣場啦，而家賣衫啊、賣飲食啊、沐足店啊，好多嘅公交站都有幾個。左手邊係金龍城啊，一個服裝商場啦。頭先左手邊嘅濕街市黐住都仲有一個商場噶吓。咁你見到呢一個燈位係咪好熟口面呢？張家邊就係講緊呢度啦。咁我哋過咗呢一個燈位呢，嗱，你見到啦，都好多嘅各種檸檬茶啊！我一直以嚟嘅口頭禪啊，有檸檬茶嘅地方，有銀行嘅地方，都唔會差喺邊啦。嗱，見到未啊？開過咗呢個位置，前邊搭住藍色排山就係明珠1號呢個樓盤啦。而家樓下嘅底箱出邊少少咧，整緊水泥地下。咁我喺呢一度咧就加插少少，我哋而家鏡頭前方係正東向，過咗呢個燈位就係太陽城片區啦，有健康花城啊、越秀建發曬月啊等等，係嘛？雲頂府。咁但係如果我反方向正西調翻車頭行嘅話咧，就係富日城 Top Park 嘅位置啦，同屬火炬片區。而明珠1號呢個位置咧，就係 Top Park 同太陽城中間位置嚇。再講多個賣點就係咩呢？嗱，而家就係逸仙路呢個位置啦。你見到未啊？右手邊就係明珠1號呢個屋苑啦。咁正前方見到未啊？火炬區人民醫院，亦都係中山4個三甲醫院當中唯一一個火炬區嘅醫院啊，非常之方便，非常之近嚇。你見到嘛？右手邊就明珠1號啦，真係一枝獨秀嚟嘅嚇，唔係講笑噶。咁駕車説配套就到此為止結束。咁明珠1號呢個小區，成個小區售賣緊就係嗰一座3座，咁由107平到130幾平，一口價清配單位11000有裝修，當然佢可以減掉裝修減1000蚊，但係無批交付都係冇問題嘅。咁我哋嚟到呢一個位置就6座啦。咁6座前邊對住我哋南向嘅，你一見到個總體陽光嘅感覺未？你見到未啊？基本上而家係朝早嘅11點36分嚇，成個外立面曬到我諗應該係中間到上邊全部曬滿晒，係滿晒嘅。咁而142平呢個積就係南向對住我哋呢兩個積，咁就2梯4伙嘅單位。我哋事不宜遲，上6座睇睇一探究竟。咁多位老細，歡迎回家，歡迎嚟到明珠1號142平嘅一個產品介紹嚇。咁你現時見到文仔企喺嘅呢一個入戶花園嘅位置呢，係全贈送俾大家嘅。咁我想同大家講，現時市面上嘅產品真係做到使用率嚟講嘅話，你會見到由呢一個餐廳位置，即係過咗入戶之後，直接平移拉到成個客廳位置。你會唔會發現一樣嘢叫做咩呢？
空間感。你睇睇嗱，廚房係喺呢個位置，呢度有個窗台嘅。咁如果大家中意成個142示範單位嘅裝修風格，你可以按照住佢去改都冇問題嘅。但我想同大家講，如果真係做到回家感、闊落感、舒適感，講緊叫做退休生活在中山呢啲單位4房142平，你一定係不容錯過嘅。你見到成個客廳嘅開間設計得，哇，超正！你會見到就係咩呢？而家11:48下，太陽同採光面相當足，鏡頭會過嚟睇睇先。嗱，真係超正嘅。同埋呢，即係實話說下，文仔頭先都介紹得唔夠就係咩呢？我由上邊望落去出邊，成個小區嘅質感係唔錯嘅。有追有 follow 文仔嘅片都知道，其實文仔係比較中意高品質嘅樓盤。點解呢？因為佢係默默地保值。所以嚟講，你見翻先嗱，呢個4米嘅餐客同體嘅感覺，加上嗱呢一個位置呢係示範單位有改過嘅。其實呢一間房呢，佢設計成一個瑜伽室，佢都係一個南向嘅一個面嚟嘅。佢直開去呢會打通埋個陽台。咁陣間我會過隔離單位介紹俾你，真係以數據形式介紹俾你，就係142平明珠1號嘅一個產品設計嘅一個理念。乜嘢叫做使用率嚇？嗱，睇翻先嗱，呢邊係一間房，呢邊有3間房。咁佢嘅設計咧都相當，我覺得係好花心機嘅。呢個板房講真嗰句，對得起豪宅之稱，對得起改善型產品之稱嚇。嗱，呢啲產品，呢啲定製，呢一種嘅簾都係現時市面上最新嘅、最受歡迎嘅一個產品嚟嘅。嗱，呢個主人房咧，佢做到仲犀利，雙洗手池加浴缸啊，加埋呢一個3邊落床嘅2米乘1.8床，加上2邊床頭櫃，仲有咁嘅採光面，真係不得了嘅。所以嚟講嘅話，明珠1號嘅產品142平，賣緊就係咩呢？我回到家之後嘅感覺。咁你睇先嗱，放浴缸係一啲問題都冇，放馬桶都係一啲問題都冇，加上佢係2個窗台，呢邊有個採光嘅窗台，呢邊都有個採光嘅窗台，係咪好正？嗱，鏡頭跟我過嚟睇睇，我解釋翻佢嘅贈送點喺邊度嚇。嗱，眾所周知嚇，贈送面露台係買一半送一半，佢嘅入戶咧結構連板全贈送，再加上就係咩咧？大家可能冇發現，過嚟呢邊就知啦。飄窗台係咩咧？打咗之後係全贈送嘅。嗱，歡迎各位老細回來你第2頭家，開玩笑嚇。喂，老細入戶花園送一半，係咪叫做咩？赤裸裸地話你知乜嘢叫贈送？咁大一個窗台，講真，呢邊係西邊，嗰邊係東邊，睇你揀邊個，你中意你話事。出到嚟之後，係咪經過改造嘅板房更加會煥然一新先？呢一邊呢，餐廳客廳同體4米嘅正開間，你睇睇進深非常之深嘅。你睇睇個採光面，12點未到嚇，而家53分。咁你見到7米嘅景觀陽台，赤裸裸咁話你知，超長露台，加埋超靚嘅視野同採光。即係實話說下，呢啲產品你放喺城區，即係更近城區嘅位置，你諗下佢會競爭力大到邊度？都係嗰句嗱，而家明珠1號係切切實實咁降咗價，所以文仔終於都同大家展示到明珠1號犀利嘅地方。嗱，呢一邊呢，仲記唔記得隔離個單位係示範單位嘅設計啊？佢真係設計得相當好嘅，成個生活露台、成個廚房加埋呢一種嘅色調。嗱，你而家見到嘅就係交樓標準啊！咁我重複一次，你唔要呢一個交樓標準，可以減翻1000蚊計價俾你。睇翻先，呢個房間係咪好大先？呢間就係頭先講嘅瑜伽房啦。呢個係公共衛生間嘅位置。非常之正啊！呢一間房仔係算係最細噶啦。你有冇留意呢一個位置係17樓，採光相當好嚇。嗱，除咗入戶花園係贈送之外，飄台打樁呢度2.5個方最少噶啦，送俾你嘅。咁再睇翻就係咩呢？
呢一個係主人房，主人房呢一邊接近我諗都有4個方吧，打晒票窗送咗俾你，咁加埋所有嘅半贈送陽台嘅，加埋呢啲嘅全贈送，加埋入戶嘅全贈送，即係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就係，你會發現整體嘅視覺效果係相當之強勁同埋闊落嘅，所以文仔片頭上講得好清楚，如果追求成個單位入屋嘅空間感、小區嘅品質感咁呢個出邊嘅城市景觀咧就差少少，但係呢個就具備張家邊嘅一個特色產品，仲有最尾就係佢嘅單價上係極度有優勢情況之下，會唔會係大家針對140方產品4房嘅首選呢？喂，文仔等你私信我。